啥会？好啦，安尼这个时啊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安尼要开始。得得得，其实已经开始啊，伊咧走啊咧。啥物？已经开始啊啦，哦，噔噔噔噔噔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所以你即个要甲听众朋友讲咧，迄个，安尼，嘿，安尼，对啊，就是安尼。对啊，顶礼拜唱一礼拜啊，结果其实无人关心，无啦，想要知影就对啊啦。对啊，哦，有够伤心的。啊，这时阵来唱，找一个无人熟悉，所在。你迄个，我惊我唱袂起，你知道无？哦，所以你到底是咧讲啥？无啦，就是即马寒天啊，嘿毋是就是足侪人厝里是用迄热水炉，对，热水炉，对啊，热水炉有分迄食电的啊，分，你讲硬分迄个分，有薰啊，歹势，有薰，有薰，嘿，食电的，你讲食薰迄个薰，无错。食电甲食家属诶，所以就是有问迄黄爸即个问题啊，嘿，对，有解决你心中诶问题安尼。有哦，听众朋友加在，我毋知啥物问题，恁等下听你就知啊。嘿啦，但是嘛是爱甲大家呼吁啊，恁兜诶热水炉若是食迄雅素诶，厝里就爱准备迄大粒电池哦。对，因为迄就是咧点火诶时阵是用迄电池安尼，啪。嘿，爱买上大粒诶，我有一摆买毋着好买哦，气死我！一个买4粒落去，而且我会记你是啥物有特定诶电池吼，是迄种啥物充电诶袂使用还是啥物诶无？我毋知，我拢干若买一大粒诶，袂使点出来哦。就是上大粒诶迄啦。嘿，对啦，大粒诶迄啦，因为则袂讲吼，有雅素结果点袂起来。但是厝里嘛是爱加斗一个迄个表嘛，恁斗有斗迄个表啊？什物表？雅素迄个表啊，你毋是讲我这安尼啊，我要叫雅素啊，有无？你会记了？哦，毋过迄表毋是讲内底存偌济雅素呢，就是一个气压的表，嘿啊。对啊，毋是讲迄个表啊，无要紧算。嘛是会当做参考啦，就是内底完全无雅素，迄表就归零啊。你洗冷水管嘛无关系，好，做要开始啊，我好，你开始哦，互大家听啦。我心寒呐，心寒是台语啊，华语拢会当哦。台语跟华语共音吼，心寒哦，有啦，有合喙啦。好啊，听众朋友啊，这是阮出差系列上尾一集吧？无毋对，过来，阮要做啥物我嘛毋知吼。好，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国视台语台区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。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，耶！咱继续来落黄爸，继续接落去。你的默契耶。好，安尼咱就是延续顶一集吧，就是顶一集讲到真济做 YouTube 的部分。若是有少年人啊，因为看 YouTube 了后，想讲伊想要学一项什么技术，黄爸你敢会推荐伊来做水电？吼，当然啦，一寡少年人啊是讲咱一定出社会的人，想要学水电的生活是足欢迎啦。对，吼如果咱也是第一学生囡仔的时代，阮会甲建议，就是讲咧恁要读册的时阵，会用读像高职的话有电机科，或者是水电科系。第一即个时间，咱会看甲读，读的时有着会用了解一寡基础啦、常识，会用考一寡证照，这就是拢基本的基础。所以快转迄当中会读电机系嘛，是因为你的希望？无，是因为我咧做水电，伊会感觉讲含这水电相关的，伊若去读电机科会较好读。是因为较好读，毋是因为要斗相共。你迄当阵的作业敢有叫黄爸斗相共？迄当阵是因为我读的是实习的部分会较济嘛，所以拄家己厝里实习。无，伊是学校的。要教进前，我有先问一下黄爸，到底是啥物物件？所以我第一课第一堂去的时阵，我大概知影迄是啥物物件，迄名接安尼。
偷食步呢？老师也袂教，伊就知影。真诶啊，偷食步呢，厉害呢。安尼你考试毋着拢做轻松诶？伊咧考试足痛苦。是安怎？老师教甲你无共款？毋是，别人考试一条题目，伊考可能爱3条。是安怎？因为你有基础，老师甲你。毋是，因为伊咧考试诶时吼，伊一定咧考诶时边仔正边就讲麻烦一个啦，甲我教一个，倒边嘛讲麻烦一个，甲我教一个啦。伊考家己拢无时间通做安尼啊，考甲有当时啊，强要哭出来。人想好啦，所以好，咱继续黄爸伊的建议讲，就是少年人就是先去读相关的科。嘿，对。咱若一定出社会啊，咱想讲要来做水电，我就建议讲，看是要去资讯局、积分中心，或者是补习班。对。咱就先去学一下基础，了解一寡常识。若安尼了解了后，咱也想讲要来做水电，还是要做工的话，你有常识开始要学，迄算拢基础尔，毋通像迄我之前有一个来我要应征，甲我讲伊一定有1级的技术师。我讲来你做看卖啊。考试。无，伊甲我讲要求一工可能我咧要唱师傅工啦，要1500还是1600，因为迄时阵师傅刚好1800到2000。我讲来，无要紧，你做看卖。一支讲别人行草10支啊，伊迄支讲还佫伫遐咧屈角。哪安尼？就像考试的步数啊，一定直角就爱直角啦，弯角就爱弯角啊。我就走伊的边讲，你可能一工若1000块就会使啊。你若袂晓，就用个请早安尼啊。比半趟会较少。无迄时阵半趟会走，因为我入的是较特殊啦。我做清理的时，迄时经济刚好。一方面是我本身就有一寡基础伫遐。咧学的时阵，像师傅伊也免伤教，大概讲一个，阮就缀咧一直做啊。但是咧学有较慢啦。因为别人迄囡仔讲咧扭线，有无规排透天的迄囡仔讲2-3点钟就拢会啊。我无，我爱学一礼拜较会啊。因为你当阵就是你学的较幼啊。我看你之前翕影片，有讲你会学问这。因为即马啦，因一工下，就是咱即马来后一栋因卖啊。我来后一栋的时，我就拢总会啊。我是先去了解道理原理，了解完了为什么要安尼做，安尼咧学，当然较慢，休困时间就去问师傅，看这爱安怎做安怎用。听讲问师傅有一个秘诀这问师傅的秘诀是安尼啦，那下到时啊休困时间，乌油透气油，听话，毋通乌白学。听种朋友啊，毋通乌白学，乌油透气油，就是恁知影的迄啦，对。咱袂使拍广告，所以就是恁知影的迄。讲歌词嘛，袂当讲。讲故事会使讲，但是袂使讲出迄个物件的名。我就讲迄个旁白嘛，著名。明仔载会开啦。哇，袂使讲话，就这样。当时讲明仔载哭啊，甲你学好。明仔载哭啊。多谢黄爸，我老腿啊，咱免避掉，这个免避掉，有够欢喜。好，但是即摆少年人，什物惊热、惊流汗啦，什物无时间食饭啦，还是有诶无诶啊？像这你讲要先甲因化解，譬如讲，就是甲因讲做辛苦诶，还是啥？其实若要做水电毋通定逐个电话中拢敲来要学啦。足侪人敲来要学。嘿，足侪人敲来要学啦。所以就是翕影片了，足侪人敲。无，自较早就有啊。自较早就有。嘿，毋过逐个入来时拢信心满满。嘿，做到半工尔，拢甲我讲，头家啊，我无啥适合做这，我还是安怎？无法度啦，我毋知恁这遮忝，着举力啊，着爬悬爬低，着遐拍滴，着配出啊舞，这。毋是人咧做的啊！我听众朋友，你免着急，黄爸拄则讲的即几句，等下后壁一条拢会开水，无因拢听无。所以有当时啊，若像安尼时迄少年120万分的迄个心意，迄个信心满满要来做。半工就剩无。半工，碰紧的2点钟无够，即个人走倒去啊，2点钟就无去啊，失踪去啊，系啊，因为来的时拄啊要拍落啊，阮咧拍管子啊，伊就来拍落去，就拍遐无2点钟，讲这毋
嘛无交代，嘛无讲伊要去倒就失踪去。啊，佫有即种诶哦。有啊，嘿，啊，佫有迄少年诶吼，拄啊来啊，像咧斗电话，讲一组偌济，我听阮咧斗遐好价，就甲阮讲伊一工要偌济，我讲。阮做水电毋是干那斗电话尔呢，是足侪技术爱学。而且做水电诶人是咪腰爱真好，因为你拢爱苦咧。拢爱，有当时啊，屈诶就规工屈伫遐，啊，你也无迄个体能，无迄个体力，真正就做袂起来。有当时啊，水电是毋是较早咧想诶安尼啦？有诶想讲啊，水电初工，毋是较早可能安尼使啊开始学，啊，即马毋是啊，即马拢着爱佫有知识，咧学较紧。啊，较有法度了解迄原理啊！哦，我替恁找着一条路，听众朋友啊，恁若有熟悉迄，就是迄活筋骨酸痛，是说会使找黄爸因来业配，看起来水电足需要。好，所以其实做水电这件代志，你嘛是算是建议的。其实别项拢爱食苦啦，所以这就是家己爱有耐心。毋通甲当做是伫落咱的。像小七啦，是要全家管的，含迄完全无相。啊，其实咱也像看迄超商迄店员，有当时啊，因要背物件，甲阮咧学的物件，是差足侪，只是因较轻松伫冷气房，啊，阮爱读力。水电敢爱拍足侪一个，甲工就是起一间厝的工种比起来，毋是讲水电拢起好了才入去，所以水电较袂拍着你，敢有即个讲法？这有一半啦，嘿，啊，但是水电吼。那敢若是像万能的安尼啦，因为甲比起来，甲迄做房务的是做啥？恁看起来较白啊，较白一点，较白一条。因为阮有当时也伫室内做啦，毋是讲常常拢伫外口啊，像阮咧做维修，就是拢伫咱厝内啦，就较袂讲去拍着你安尼啦。但是嘛是拢爱屈的，无就是爱爬悬，无就是爱创啥。这足正常的。听众朋友有听到无？那真正就是想要了解讲做水电的，会当去看水电爸爸因之前有翕一支片，内底有就是甲恁建议讲，若是有人要做，啊，佫有做到要变头家了，爱有啥物款的心态哦？这影片内底嘛拢有介绍，伫咧下集，你看我是毋有看，我是真正有看，我是真正有看。哦，白白来换你后一条啊，紧，你的问题来啊！我的问题来啊，就是因为我毋是台北人，所以拢爱洗厝。啊，想要请问水电爸爸黄爸，就是食雅素甲食天然热水器，倒一种会较省？倒一款的。迄天然气甲雅素桶的差别伫倒位？好。一般的时阵咱也伫外口像咱出咧外口咧趁钱啊，咧趁钱做工，咱主要要较省。对。要较省的时阵。主要咱若咧用水的时，咱会点仔讲用啥较省？其实讲起来是安尼啦，雅素若咧洗身躯，咱大部分拢强的就刷。啊，伊咧用的时就感觉省，因为你有开水，火较倒。啊，你若关起来火就无倒，伊就无咧用雅素嘛。啊，但是若电炉储存式的，炖水式的这啊，咱若逐摆要洗身躯，拢爱掀规桶。爱规桶当然起来先一摆拢爱食几啊磅的电准，互你食2-3磅。迄电钱佫毋比像伫咱家己的厝内。伫咱家己的厝，咱是叫厝一度5块呢。迄厝主佫真有良心咧。我有听过台北有人是7块到8块。差不多。因你若较有良心，头5块至6块啦。你若讲因为其实嘛毋是讲有良心无良心，有当时啊累积啦。咱的台电的算法就累积进位。因为伊的套房用了伤侪间，伊的电池累积的时一磅，伊本身咧粒就爱5-6块以上啊。听众朋友啊，这集会使去看水电爸爸。我根本就变，伊有迄一集安怎算电啊，佫有安怎譬如讲你会使开冷气的。什么伊讲个我因要寄发票过啊。我等下寄发票。继续。所以也是有当时啊，你若讲像咱共租，伊若讲一磅一度，若讲差7-8块的时，咱逐摆拢会掀规桶安尼算起来，2个月咧纳电钱咱外口咧食头路的，是共租出咱会爱啦。真诶。有够贵的，我电池明明无用偌济时，安尼遐济电钱。这就是咱小资族的咱咧外口租的1-2个咧用，当然是雅素较省安尼。所以我去洗厝的时阵，白白你连工啊，要洗厝的时阵，你就是爱看伊是雅素的还是电的啊？伊拄则讲的白白就是雅素甲天然气的
两种敢有精差？这问阮就对啊。问你，我要业配啊，我要收钱。无，因为这吼拄啊，我含快转吼，拄啊考试，就是考即个雅士器具装修的物件，伊内底就讲着这啦。你讲天然气的锌，伊本身伊的组成就是甲烷、甲烷，化学成分就是甲烷，伊烧起来热值，伊的烧的温度就较低一丝啊，伊压力嘛较低。咱若雅士桶的，伊本身伊就是用丙烷甲丁烷，伊的热值就较悬，伊压力嘛较悬，伊这是两款的分别。当然，咱若讲天然气甲雅士佫有差别的时，就是天然气伊是安尼公司直接配来甲咱兜，经过咱的表了后，直接就倒来甲咱的热水互咱使用。咱若要洗身躯的时阵，毋免烦恼讲无雅士。咱若用雅士桶的时阵，即嘛洗甲，尤其咱做工课做到半暝，较长也要洗一下身躯。这我上有经验。雅士叫无伊啊，到底是要洗毋洗？尤其是寒人同可怜啊。黑白妈妈，你有听到无？我来讲，我逐遍当去中华的时阵，逐摆拢我转去的时阵，我要洗身躯的时阵，阮兜就是无烧水哦。我拢洗到一半，头已经规个头拢是泡啊，拢无烧水。阮老母拢讲好遮仔细，逐概拢是你。无，毋对。真诶，水甲呢？这挑工扎的啦，毋是水啦。迄是大人知你要转来的时阵迄雅士毋是就看欠甲互你洗无雅士，伊就毋免开钱，你开嘛。黑白妈妈，你有听到？你的阴谋叫我发现。阮老母等下写批来啊，写批给你啊。好所以听起来，安尼听起来是食天然气的较省哦。毋是较方便啦，毋讲较省啦。因为伊两款的功能性是同款，拢用雅士气伫咧互热水炉会烧。你天然气毋免讲半暝无烧水也无雅士咧叫。咱若用雅士桶的较烦恼，定定有当半暝伫咧叫。这就是天然气甲雅士桶的上介大差别啦。但是价钱差无偌济。介绍的时，这缀迄个汽油起落，这个就应该差袂介济啦。但是我感觉，就是到天然气的时阵，爱先开一个讲的钱啊，讲甲表的钱，对无？咱若伫外口做，就毋免开遐钱啊。厝头家拢讲到遐爱钱啊，我袂啦。伊讲无你先签10年，我讲免咯，谢谢。免咯，谢谢。所以就是整理重点，这条的重点就是，若是有人要洗厝的，食电的。甲食雅士的，咱会当先选食雅士的，食雅士的甲天然气的，咱会当选天然气较方便，对无？是毋是这个意思？但是咱讲起来，有当时讲用电的会较伤的时，有当时咱要用顺热式的，伊共款是咱有冲的时，你较有兄电啦。你讲一台细台啊，到底迄变数内底种？迄重点就要看伊安全性啦。咱若用储水式的咧用。伊是较稳定啦，毋免烦恼讲半暝无雅士啦，是讲有当时若寒人窗仔门关了，惊迄个雅士去一氧化碳中毒，中毒，咱就惊呢。所以各有千秋啦嘛，毋是讲啥物好同解好同解歹安尼啦。听到小资主你无答案啦，看你开偌济钱要洗厝啦，做参考啦。安尼想要问讲就是。黄爸，你敢有拄着啥物，互你印象较深的案例？有要献册啊！听众朋友啊，黄爸有够认真的啦！黄爸为着要来好问伊写一本册呢，迄本册过来介绍互我，介绍互我，写几啊？要收哦！我哪会翕起来？我会翕先，我会翕起来。这有当时嘛毋免看这啦，就是较特别的，就是讲第一到。15年前至20年前的时阵有一个阿嬷，80几岁的阿嬷，目睭佫无啥看，为着要找水电的，一直共报，用行看行，用行的，人甲牵问一个报一个，毋知问几个，行头2点外钟，较行到我的仓库遐。哇，缘分啊！也袂煞，伊行到位的时阵，我无伫咧，我伫外口做工课。隔壁人摕一块以后，遐坐佫等点外钟。等下我教伊讲阿婆，你要创啥？阮兜着一支水泉仔头啦，
喺外口吼，啊，第一人拢乌袂甲转啦，啊，阵的时阵吼，就放互流，啊，拢毋知通我金害我水质拢入袂离啦。啊，我想啊，无啊，你住伫倒诶？吼，阿嬷，你住伫倒？伊讲啊，我著住伫倒位。讲我遐啊，你安那来？我著看啊，共问啊，用行来到位啊。我真正听者足感动诶。啊，我著机车甲载甲因兜，啊，水泉来甲北湖起来，啊，踢头甲踢落好。伊甲我讲啊，少年啊，安尼偌济啊。我一句话互伊讲。干那你即段路吼，我著足甘心的啊！吼，你看我这来去，我甲你载来，我安尼真正足有价值，做水电做干足有价值啦！即个甲你摕来，我袂甲你摕钱，我搁兼甲你画细细。哇！我要考，我要考。因为真正啊，足用心啊，人也足真诶。嘿，啊，搁另外一件就是最近啊，要甲一个展奖人士。对。吼，迄算社会局诶，啊，甲阮诶里长敲电话来拜托我要甲复电，吼，伊迄厝就是旧厝，足久诶啊，啊，较早是用电条龙喷诶咧用诶电，啊，结果无纳钱互射去啊，吼，啊，即个展奖人士伊嘛是长期拢住院，啊，即嘛两支骹拢无伊啊，吼，啊。伊要请电的时，即马社会局叫我甲请的时，我著赶紧去摕资料要去请。结果第一名的复电，啊，名的复电的时，里长著去帮我请一寡资料，来讲吼，准一吼违章建不会用水用电的证明来。啊，摕来了后，结果电力公司讲，共即个主机，一定炒10几粒电表啊！你这永远是袂请的。哦，迄个时阵，我家己心内话郁住了，讲啊，水电做遮久啊，想要做一下善事，敢有遮困难，敢有遮艰苦啊？善事无遐好做啦，一定爱互你一寡有。爱无即个。对。对。啊，尾啊，就是搁含里长，啊，搁去电力公司参详看有其他方式。啊，电力公司较讲规个主机搁订编号码。啊，里长较搁去区公所去请违章建物，准你用水用电的证明。啊，我甲请较好，做甲出来。啊，做甲好的时阵，即件拄啊舞操要规半年才舞出来。啊，大工程呢。嘿，啊，过来就是请好啊，做好啊。啊，迄个主家就讲头家啊，我遮啊电费也无迄落。即马电话甲斗切啊斗诶，伊要问讲偌济，伊也袂开嘴讲，毋免你莫搁问啊，送你。我要哭啊！我要哭啊！因为真正倒伫面前，咱看到过去安怎因较早安怎生活，咱毋知。吼，啊，伊嘛无娶某着一个人。啊，拄啊是较早古早时大人拄好帮迄违章建物的厝，就是讲庄卡啦，拢家己起，家己地，家己起，无去申请迄。啊，因为社会局的时，伊无法度补助款，无法度登记互伊住伫安养院迄款的病院底下疗养，啊，所以就是爱协调转来因兜，吼，啊，叫迄个照护人员吼，一工朝2点钟啊3点去遐顾一下安尼，嘿，啊，所以你像迄个时阵，你讲看到安尼，咱要甲斗电话斗吵做，我问你，恁逐个敢钱收会落？收袂落啦，收袂落。收袂落。哎呀，所以这是真正最近吼是较迄落的啦。我爸真人真好呢。特别的啦。我拄仔想到一个，就是像我当初是会开始看影片，就是因为我迄当阵就是细厝，啊，就是有一个物件想讲要修理，但是迄厝头家配合要水电，伊讲完足贵的呢。我想讲哪有可能啊？无我来看者好咧，叫我研究一下，听恁的看看，我就斗好啊。像恁之前毋是有教啥物马桶迄毋是啥物对吼？啊，搁有迄啥物水皮啊，水伤灵惊。对，水皮啊，水伤灵惊。你搁讲落去吼，遐师傅会怨叹我怨叹要死。毋是啊，我会当互你做，但是你开的价小爱合理啊！啊，这是阮的专业吧？阮出门都爱偌济钱固定的啊。我会当，但是伊甲我讲，就是换一个水杯爱甲我收2-3千呢，这敢有较正常？这敢有正常？这不予置评啊！哦，因为但是你若是讲吼较高级的马桶，对，就有可能。
像阮顶工咧用诶，阮之前咧介绍迄有诶有较贵较俗，迄真正一块皮也无俗。好啦，可能我迄当阵买当啊可。听众朋友啊，该甲恁呼吁哦，就是恁兜诶马桶闹伫漏水啊，迄水钱会足恐怖诶哦。阮有一个朋友啊，伊诶水钱逐个月拢逐季啦，逐期拢千几箍，伊会想讲是安怎，结果叫一个水电来，半暝仔共叫来，佫互加钱，伊佫甲我讲哦，足贵，结果伊即个月甲我讲哦，我水钱都千几箍，剩400箍尔。我讲好啦，这叫水电诶钱会好啦。安尼就会好啊。对，安尼就会好啊，所以就是真正有问题诶时阵，就是爱找专业诶来啦。啊，拄则其实即2条才做伙问，就是想讲，就是像迄按摩搭配电配水热水炉。倒电火、通水管、掠漏、风水，还是讲洗水塔，还是讲倒液镜啊？像这你即几个月工课啊，是讲水电工课内底有啥物？就是你听着就安尼，哦，硬到，敢有即种？即款物件毋是讲硬到啦，咱一个按摩搭就好啊，对，伊就分几啊款啊，是，有当时啊，主家靠来讲，头家啊，阮兜摩搭歹，你毋紧来甲我修理。结果摩搭咱有分，就分足侪款的情形，就是讲像机械用的嘛有摩搭。咱地下水有深水摩搭。对。咱若像大楼地下室，迄有污水摩搭。像咱厝的咧用的有平面的要抽喺楼顶的摩搭。对。佮厝内咧用的，咱开水泉啊要用，伊就有加摩搭。对。像咱铁门，佮有铁门的摩搭。所以。有当时啊，主家嘛足紧急啦，想就歹去啊，一句讲莫打紧来甲我修理你诶，电也袂敢问看啥物件，电咧就甲我挂掉。所以有哪像这个时，我就搁敲电甲问，你到底是啥物款莫打，甲我讲互清楚。我去毋才知影要安怎甲你服务。莫打毋是安尼俩，伊佫有分电源啦、81啊、2啊、2佫有分嘛。甚至机械用的佫有3项，无问清楚，可能一粒莫打走3-4抓，佫找无物件通甲修理。所以听起来就是较头疼，其实毋是工课，听起来较头疼是人。咱要叫服务，爱讲互清楚。像咱也足简单啊，像咱头拄仔咧讲热水炉。头家啊，阮兜热水器歹去啊，你若毋紧来甲我修理诶，这人客就足古锥啦。电话卡你若毋来甲阮修理啦，我是来修理，我就毋知倒位歹去。你当时较叫，我就即马叫我，你即马较叫我，毋是毋去甲你修理，你无甲叫我要甲你修理啊，我毋着来恁兜甲你弄门看要哪修理。所以听起来真正是人的问题较大。像热水炉就有分啊嘛，那电呢有分顺热的，对，是储水式的。若加速炉像咱头拄仔讲的是天然气的，是加速器的，这拢有分嘛。你无讲清楚，你就明明加速的，你甲我讲电的，我迄搭早来，毋知要修理啥，我嘛袂晓。所以其实上重要就是敲电话来讲，我啥物件歹去，我爸我马桶歹去。大概我会问，你倒一排子。排子是水箱咧漏，是已经闭去咧漏。安尼来的时，阮要款物件，就较容易款，可能一抓就好，毋免走几啊抓。走2抓，2抓的钱啊，对吧？你敢要互我？我家己有问题，我会互你啊。我这个人一向拢是讲好啦，我会互你啦。听种朋友听着爱讲互清楚啊，但是即摆人我知因为讲，哎哟，我著互你做啊，迄是无你确实你工具无查着啊，还是啥着？我就甲你讲啥歹去啊，你来教伊无，迄是你的问题呢，毋是我的问题呢。真正安尼哦。走几啊抓，修理一个车头来讲，准走几啊抓，要加收几元啊。主家讲爸你真正恶质啊，一个车头就要甲收1000外箍，是对啊毋对啊？人有名就安尼。毋是，迄有当时真正走几啊抓，伊无讲清楚。即马一粒车头有当咱早细粒的，伊讲无呢，我这要升光的。是我这要搁较好的弹跳的，一样物件介绍差足济。你无讲清楚，是讲来甲恁兜物件合恁兜袂配合，有当你看起来你就袂介意嘛。对。我要含这共牌子的，我较会合无，我无爱装。有足济是因。恁讲有迄爬几楼爱加偌济钱？
原则上，若是真正爬楼梯，可能爱加钱啦。有当时啊，你也爬4-5楼，敢若准备物件时间，会比咧坐电梯准备物件时间较时间来得较久啦。好啦，我住6楼，我先回去累啦。所以人家收2-3千拄啊好尔。无啦，我迄当阵住2楼啦，2-3千2楼。哦，无要紧，咱紧诶，咱见黄爸因等下佫有工课，见白白见代志问问诶啊。吼，啊，佫有若像水讲2楼，这嘛是啊。哦，对啊，听讲，逐个拢较惊2楼。啊2楼佫分几啊款啊。对。有诶讲，阮兜咧楼较毋来甲我掠一个。啊2楼像有水管咧楼啦吼，啊有排水管啦，啊有诶是厝尾顶。对，落雨天咧流的，啊，有的是会行咧流的，啊，嘛有冷气滴水咧流，嘛有污水管咧流，所以2楼这嘛是一句2楼嘛分几啊款。我看这会使预约第3集哦，白白你感觉你要较近了，你不是较近，你要好了，再来一届，较近了，看人有赢无？较近了，哦，来，咱来问水电的代志，拄则已经。迄黄爸讲几来啊？苏拉姆是啥物？吼，苏拉姆就是咱即摆咱若厝咧起的时阵有无？迄个厝顶，咱顶管咱若帮模会经模经好，铁啊绑好，啊来咧配管，迄个时阵阮讲迄号做苏拉姆，第一袂空，咱也袂灌浆吼，也袂灌浆进前，做苏拉姆，咧配管或者苏拉姆，配管。啊，你拄则讲迄。水龙头，你讲完甲阮无共，阮拢讲水道头。水道头，我拄好写着。阮拢讲水道头，但是我看你影片拢讲水泉啊，水泉啊。水泉啊头。水泉啊头。嘿，啊嘛有人讲水龙头。水龙头。啊，水道头。水道头。还佫分徛泉、长泉、自由泉。哈？什么意思？徛泉？徛泉就是，嘿，就是像咱面盆啊顶管，咧用迄个做徛泉。啊，长泉就是咱普通壁出来设遐长泉，啊，自由泉就是咱厨房设伫壁的，伊佫加一个长咧转过去，叫做自由泉。有听着无？听台语台学台语。啊嘛，公用泉呐，公用泉，公用泉就是像咱也伫透天厝门口拢有支水泉啊，有当时用一个锁匙要用迄泉，啊是用一个会锁的，迄叫做公用泉。嘿，佫有分哦。啊，过来就是一个影片内底问题，已经因为我就是一直有伫看影片，黄爸你拢会讲就是甲主家读字，像你是讲读字即个事。读字的时阵，就是咱一般咧讲，就是讲讨论啦。对。含主家像厝诶，若要改啥物件，要修理啥物件，先含主家讨论，就是讲我这若要安尼做，你敢好？啊，要做这，我用啥物物件，用啥物家石头啊，阮诶做法。这算讨论啊！有当时讲较紧，这含主家读字。我本来当初是读 touch， 我想说我想到爱甲主家，现在要甲崩解。这可能是较日语话啦，对，读字迄个日语安尼啦。好，过来就是要问管钱。骗子。罗赖吧。拍不认字。就是一支安尼。嘿，佫有招式不赖呀。这拢是哦，这拢是有当时啊，若做工程的啦，做工过，有拢沿，咱可能较早去日本统治过，咱拢沿用日语伫咧讲安尼啦。嘿啊，像喊啊、站啊、钢推站啊，钢推啊，大家听讲出来。喊啊，就是较大支的钢推啊，对无？嘿，就是像3磅的，有当时阮咧举讲3磅的、5磅的，阮咧拍壁顶物件，较大支较有力，啊咧拍壁嘛较有力安尼啊。站啊，就是迄支尖迄支。嘿，扁的，国语叫做凿子。咱拄则讲做这迄半桶的，就是半诗的意思，就是你算是。可能就是那咱也有当时也讲半桶使啦，伊迄就是入来学，可能时间学无介久，对水电方面虽然捌，但是无讲足精，咧做有当时定定爱去问师傅，迄做半桶使。半桶使，嘿，若是打入去的，就是使啊，嘿使啊，嘿，就是动物迄款使啊。
看细只就是细只师啊，大只啊，若迄个师傅哦，这大师。是咪有分啥物斜口钳、歪嘴钳？敢有分？哦，伊迄个歪嘴啊啦，歪嘴啊，啊是迄个压喙的啦，压喙的。啊，一般像恁若讲电动拉啊啦，啊是讲迄个有当时啊，迄就是人谐音啦，啊每一位咧讲的无相啦，伊就讲迄叫做压头啊。哦。啊，因为有你也变字歪嘴啊，这就是咱头拄仔咧讲的啦。对。哦，啊，就硬啊，啊，尖嘴硬啊。哦，啊，有诶，就歪嘴啊，歪嘴啊，就是像阮若咧甲讲，伊迄喙小啊像安尼，有诶讲压嘴啊，啊，有诶讲歪嘴啊，这是用手咧摕鸡丝头啊啦。嘿，这较方便用鸡丝头啊啦。嘿嘿嘿。好，安尼伸刷，你会当伸刷毛一条白变。好。拄则讲到遐济工具。对，过来要问讲，就是一般的人需要准备啥物基本的工具，还是讲爱有倒一寡基本的水电知识？吼，基本的工具是安尼啦，咱厝诶若要准备的可能是片子啦，吼啊12个，啊甲12个，吼啊歪嘴啊，啊甲3用电表，佮验电笔。这可能拢爱准备，吼啊！若咱家己要 DIY 的时，咱嘛爱足注意的啦。吼，因为像咱台湾要修理进前，咱台湾电力公司伊送出来伊的电，吼，咱爱了解看伊是摆伫啊，即部分一定要了解。吼，较袂讲咧维修的时，你若讲毋知影安怎用电笔，啊是3用电表有电无电，啊咱家己咧维修若无说你去电着，安尼就毋好。这也足注意，啊！你也无了解，就毋通家己黑白变。对，啊，若是有兴趣的人会当看诶水电爸爸，因有介绍出去。我怎么要交发票你？伊有介绍一支影片，而且伊嘛有一个就是。因为一个 DIY 的课，网络的课。啊，因为咱若像真咧讲的是，有当时啊，吼讲咧修理物件啦，啊是讲电的物件，讲真诶，也袂做进前，咱一定要注意咱家己安全。哦，尤其咧修理电的时阵，电甲水是人咧讲的水火无情。对。啊，水火嘛不容。有当时啊，你咧修理电涂骹若有水，咱无说你。可能家己就有生命安全危险，这也足注意的。啊，若讲像咱若咧修理水道、水泉啊，这样物件先会记得啦。咱兜的水表，啊是讲水塔、水源，一定要会记得。先个记起来。嘿，你若毋知影安怎用的时，水泉啊，头摆黑白北，你也白的吼。倒袂等于。真正水流袂完。对，就是真正有迄公务的人爱北一个吼，啊，规个厝做水灾用好的。捌拄着半暝用好的靠我讲拜托我去甲用。袂晓。啊，就想讲家己摸看嘛，摸一个咱断去啊。系啊，水泉啊，迄个断去壁内啊，啊，佮带一个囡仔用好的，我去甲因兜迄规个拄啊面层拢引去啊。听众朋友啊，看水电爸爸学知识，甲恁讲一个后边的小故事。迄间风台天隔壁就是讲破去，啊，阮兜的，因为阮兜就是住6楼嘛，啊，想讲5楼，想讲5楼，伊的楼顶就是伊的床边啊，想讲奇怪，咧水那淹甲的骹盘，我想讲奇怪，那淹到阮兜内，叫我走出去看，叫我伊的水讲破去。我你刚才我真巧，我会晓关水头，我去甲伊的水头关掉。啊，一楼问讲，像因兜无水，因为就知影讲是因兜的。对啊，这足拄着像即个情形，啊赞。小编真厉害，而且看水电爸爸知影讲，这物件就是甲讲遐小小的，啊，佮甲伊斗起来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水电叫来嘛，差不多一时就解决啦。但重点是要找着水电要爬6楼啦。无啊，你即摆会晓讲接的一丝啊就好啊。安尼你啦，你就家己嘿，家己小小甲接看唔歹啊。阮兜是有迄啦，阮兜是有喷电，阮兜有火鸡啦，有喷电啊，嘛有迄水管迄个锅啊，但是我无迄支讲啊。迄买就有啊，袂要紧。买就有啊，嘿，小事。安尼我再去讲，连我再甲阿婆个，佮甲讲互破，佮甲收钱。啊无啦，听种朋友我讲笑。安尼恁兜生气啊，保证互恁妈妈。你还袂做，你讲哪甲讲互长互，靠真我那捡起来。刷落来是上重要的，工商服务时间，看你有要介绍啥物无？介绍啥？介绍你的频道啊。频道。你讲啊，所看的时间吼，因为阮水电爸爸，阮的时间吼，就是每一礼拜的拜5下晡6点半准时开播。啊，大家有时间有兴趣，拢用的
迄个时间等于抢头香的来看阮影片。好。啊，就安尼哦。我拄则甲恁介绍这，恁拢袂讲者。你可以就是多介绍是不是？网络水电爸爸实务课。好，若对水电较有兴趣的人，还是讲哦，家己厝的都较远、较偏、较郊外，哦，想要家己学像知识，还是讲师啊，拄啊开始咧学水电的，无啥了解，讲做水电物件要安怎修理，还是无了解，嘛会用来买阮的实务课程，啊来家己研究一下，这种较简单，足简单点的入去水电的状况，还是讲厝的要修理的物件，拢家己看看，拢用 DIY。嘿，哇，安尼就是逐礼拜拢爱准时收看，啊，佮有其他就是小编就甲恁讲，就是以在片当一直看，因为小编就是一直看，看到拄则拢会当安尼。好啊，黄爸因那会要关工课，我而且我要甲黄爸翕相啊，所以听众朋友啊，我无要佮讲啊。这么凶就要结束，白边表示，白边，嘿，你困，你困哦。好，紧收诶，咱我要翕相啊，讲什么要补充啊？要收尾啊，哟。系啊，要收尾啊。好，来收尾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上门。来请问，多谢大家，过来，过来。过来。伊拄则走到10秒的时阵跳掉，我惊死，我惊死。阮若录的无，阮就走去大树，阮会走去大树找恁。大树，大树找，阮会去大树找恁，找到恁兜去安尼。不要紧，欢迎啦。阮个讲，恁若是你无用啊，你知影阮想出啥物办法了？我讲我要去租一台车，我塞车去恁工地外口，就伫车顶落安尼。直接去阮遐落就好啊。是哦。我甲2支麦克呢。我会炸，我会麦克啊，我即卡会炸去啊，我会安尼。来听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有困难大意思。你又袂讲，伊就是安尼。你咧讲啥？咱的节目安怎？好啊讲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你甲我点讲哦，你甲我点讲，我一定讲，记得点讲。即摆有人客伫遮，我袂甲你骂，无要紧。